各位听众，因为时间到了，或许用最简单的这个说明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录影带是去年921师尊师母成道55周年纪念暨三代同堂疗养大会的实际录影带。那实际的录影带非常清楚，结果因为我们的放映机大概太久没有用了，所以没有办法放出很清晰的这个画面，这一点跟大家说一声非常抱歉。那这个录影带在一贯道总会制作过程，是利用我们学界道场的青年各种活动的累积，呈现在所有的三代同堂的这个家属面前。那可以，刚才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的蛛丝马迹，赞扬我们师祖师母的伟大。我们今天在学界道场已经发展出非常宏展的一片天空，所以后学很希望我们年轻的伙伴加入我们学界的道场，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华，道的宝贵，道的殊胜，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内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假使能够了解道的尊贵，你愿意学习的，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那因为有碍我们这个场地的这个条件，假使是在我们地下室的话，可能就会非常清楚，因为这个环境的不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亲眼目睹那种非常庄严而且非常殊胜的一面。而且还包括有小天使读经表演，那维持大约有2个钟头，让我们大家都感受非常的深刻。很多人都因为这种表演而掉下来感动的眼泪，所以在道的这种前辈们引导我们如何走向现代化，唯有我们在读经方面，不论是小朋友的读经、成年的读经。我们现在在一贯道总会极力的在推展，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珍惜这个空间，让我们好好的来表现。那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下面我们就再还给超时，或许就仅此说明，向大家说一声抱歉，谢谢。人家说。可能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命中若有莫终须有，命中若有莫强求。但是这句话或许不以为然。今天如果我们在追求身外的名利富贵的话，这句话还可以接受。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在信人犹豫，能够付出我们在圣业里面。向师尊老大人，向我们追求立下话，或许找他实体的状况，自信要本来就具有的体会到，只要我们肯去做，一定有我们。大家讲那句话，请我们真是为了社会的天地人相信。那今天讲说成就这个盛世。